伊有无限的能力，会当使人平安。伊伫世间传道里大概有3年左右啦。伊边仔常常有一寡病人随着伊，遐病人的病呢是医生无法度来医治的，但是因为因相信主耶稣，主耶稣只讲一句话，就治好了因的病。主耶稣常常对遐个病人讲：你的信救了你的性命咯，你平平安安倒转去吧。主耶稣以上简单一句话，就治好了一寡人的病。所以有一个犹太人的官，伊名叫做尼哥底母，伊伫暗时时阵去见耶稣，伊对主耶稣讲：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毋是对神遐来，啥物也袂当做，因为这种神迹是一般人所袂当行的。因为伊会当行神迹，所以伊才会当使我咱平安，伊才有资格成做咱的救主。